張又俠傳遭插管處決震驚軍隊，習近平軍權告急，家族疾呼徹查真相。關於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被插管及處決之傳言，目前甚囂塵上，軍方內部震盪越演越烈。習近平對軍權之掌控陷入極其悲涼之境地，家屬疾呼真相，外界則強烈要求當局徹查。自1月19日張又俠與劉振立被捕之消息外泄後，有關張又俠之最新動態接連湧現。旅美企業家胡力任爆料指，張又俠目前正依賴插管輸液以維持生命。網傳張又俠之子張森發出緊急呼籲，要求查明父親死因並准許領回遺體。更有自稱軍方核心人士透露，張劉兩人在被帶走當天深夜便遭秘密處決。這些互有出入卻指向同一結局之傳聞，使軍心動盪持續加劇，亦令外界越發質疑習近平對軍隊之統御能力。2月22日，旅居美國之原上海商人胡力任在其節目中披露，北京最新消息指張又俠已被插管，僅靠靜脈注射悼命。胡力任指出，張又俠始終抵觸審查，認為自己長期輔助習近平穩固軍權，最終竟被冠以莫須有罪名。他慨嘆追隨共產黨，結局往往如此，先有人能平安善終。胡力任舉例稱，江澤民晚年遭軟禁且行動受阻，正因高層掌握過多隱秘且作惡多端，下場通常凄慘。胡力任還提到，中共內部之亂局往往始於基層官僚與民眾，中高級官僚則在局勢徹底混亂時才有所反應。目前軍隊人心浮動已是不爭之事實，他認為張又俠事件已震撼軍隊內外，甚至引發全球關注。同日，有時評人在節目中公開一封據稱出自張又俠之子張森之求救信，信中指出張又俠在公安部審訊期間喪生，要求當局還原真相並准許家屬收殮遺體。張又俠身為政治局委員及軍委副主席，依規即便涉案也應先經政治局討論及人大履行程序。然而現實中所有法定步驟均被略過，直接由公安部特勤局實施抓捕並關押於非軍事地點。張森質疑父親生前體格健朗且工作正常，為何在監禁中猝死且無官方通報與醫療記錄？他呼籲立即成立中紀委與軍紀委聯合調查組，公開從被捕到離世之全過程。他表示，多名舊部將領對此表達深切憂慮。同日又有消息稱，張、劉兩人在1月20日參加研討班時被當眾帶走，深夜即執行死刑，過程完全處於黑箱狀態。消息人士強調，對軍方高層之處置應經法定審理，而非採取私刑式之處決。上述傳言雖尚難核實，但與近期種種異象高度契合。2026年馬年，中國政壇已陷入極為危險之混亂期，這場政治風暴才剛剛揭幕。